Ruben, he needs to demonstrate that he's a great coach over 3 years. So you give him 3 years? Yeah. 尋日阿莫廉終於都俾人炒咗啦，但到底點解一切會變得咁快呢？最直接嘅原因當然就係阿莫廉喺賽後記者會所講嘅，我係球隊領隊唔係教練，然後逐一警告各部門努力工作。但呢個只係最後一根嘅稻草，真正引發佢開火嘅原因都係要睇到過去嘅6個禮拜。先係講戰績上面啦，9場比賽淨係得13分，而當中更加出現過打多一人下輸俾愛華頓，打和下游嘅韋斯咸同埋狼隊等等。雖然話就話重建期當中啫，但重建總唔可能無了期噶嘛。而亦都因為咁，身為足球總監嘅 Jason Wilcox 亦都喺呢段時間度建議呢位葡萄牙教練作出妥協，而當中關鍵嘅議題自然就係在於3後衛同埋4後衛之間嘅爭議，而呢個亦都係點解過去1個月好多媒體都會報道曼聯開始訓練4後衛嘅陣式，而事實上喺以4-2-3-1陣式迎戰紐卡素嘅時候，曼聯確實亦都拎到佢哋想要嘅勝利，但4後衛陣式喺呢場波之後並冇繼續維持落去，阿莫廉又一次將戰術翻到去3後衛，呢一點就令到高層感覺佢實在太過固執，而阿莫廉對於足球部門嘅意見就係球會嘅高層根本冇為我帶嚟一啲適合嘅球員，如果唔係表現一定唔止係咁啦。當中如無意外所講嘅就係談論已久嘅中場中問題，同埋未能夠喺1月帶嚟般尼茅夫嘅翼鋒斯曼尤。只係若果根據現實考量的話，球隊喺夏天亦都已經花咗2億去為佢增兵，但係而家球隊嘅戰績並冇比起上年好好多，於是乎喺近呢6個禮拜，雙方嘅摩擦亦都變得越嚟越激烈。結果阿莫廉亦都公開控訴高層，最終亦都只係剩翻離開嘅下場啦。嚟緊紅魔鬼會由邊個執教呢？據講管理層而家嘅傾向都係希望喺季尾世界盃結束之後再揾教練，而到底實際情況係咪咁呢？咁就等我哋拭目以待啦。